基本伊咧，外地你会好好咧头老，你甲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你台家的讲到个自闭症吼。一般人谈到的时间是讲，哎呦，两眼谈过啊，谈过动念嘞，哎，到大概嘛个东西，去大家系讲动了解。但是上帝都是系袂讲，哎，像安样人是可能。伊冇买讲话，吼，伊可能好故事，大家的印象是安样人啦，吼。山西咧，可能就安样镜头界，不论是声音还是讲台音，伊就一条行为哦，大家唔了解世界是，动容易是不想讲，哎呀，又安样行为个人，安尼是讲，你看，该系坏的行为，系唔好嘅行为。其实呢，这是系行为你动到你讲你个社会态度，唔系讲动了解，所以我想陈医师对你一种嘅感受应该动情吼。讲到自闭症哦，安尼来讲，或许讲是一种较新的病啊。头摆手你是揉安样的病啊，就是本面讲你细汉咯按不修教啊，无家教啦吼。啊，做第一个讲起来按照恶灵的附身啊，最坏的个评语是按用讲恶灵的附身啊。啊，过来是讲哎呦，家庭。无温暖啦，父母亲无用心啦，吼，哎呀，唔知按怎么该自闭症东西啦。1942年是民国37年，就该按照肯纳肯纳医师啊，将发表讲按用的声音按照自闭症。当时根本唔知原因是什么个原因哦，所以其实。老去병那个精神科伫要度咧，就是包含别讲讲叫喏，种边非典型的一个呢精神分裂症啊。到面差不多过20-30年以后，将发现讲唔系咧，你还讲那大脑发展障碍啦，是器官性的，唔是精神性的，所以该时将老这个。对个精神科来分出来，所以自闭症唔系精神病。那这种自闭症加主持人讲的就特异的行为、怪异的行为、奇怪的语言，尤其一个鹦鹉式的语言。鹦鹉式语言是讲，哎，你那个第二个鹦鹉，你讲你好，就要讲你好，天天专门讲就错了。所以，第二按照怪有问题啦，嘛唔知，嘛该真正的原因啦。事实来讲呢，都厉害，自闭症的真正的原因嘛唔知，还唔知吼，唔知啦，但唔知，所以讲，医师专家都唔知啦，按社会大众还唔知嘛。所以讲，当然在社会大众听说对两个声音就有种误解，因为无了解嘛，哈，误解。你正常的生活唔係安樣啊，正常面對人際交往唔係安樣啊，動作唔係安樣互動啊，所以聽出有人誤解，誤解久了是被人排斥。陳醫師係差不多在數位什麼時候，然後用應該整體衛生才發現過，數位可能讓一半嘅聲音有一些些嘅冇強容，到差唔多3歲，4歲，唔錯嘅。这个食物哈，加名词哦，是分离开来的，是这样。名词到食物，冇摆度下去来，合不起来。哦，我是讲真简单讲，一筷子去底啊，我讲筷子拿来，因定莫开按照筷子啦，就反正拿汤匙啦，碗啦，我从那不一啊，所以我是讲情形不对，我说一定要找一个专家来做诊断。所以我第一理解陈医师係你講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嘅創會董事，所以該兩是決定會創立基金會。該基金會當然是會對你可能台灣有當到安用問題嘅聲音啦，家長啦，提供當到嘅你講幫助協助，所以基金會我啲當到嘅幫助，基金會可以提供，你下提供嘅幫助嘅。自年就你讲动到基金会啊，差不多25年前成立的嘛。当时发起人都全部都台北人。
唯一那个董事系没特别是因是那拖延是因。洞悉呢是刚才讲的这个教育资源不够。像那很幸运，讲大家看我家长会找面子不用捏皮当正常班的。请到我排斥啊，搞莫一秀啊，心脏莫一告的啊。所以讲安尼情形不对了。所以我们都可以该是是成立一个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嘛第一个目的是争取教育权。冇错。我不正常，你国家还是要给我教育。错，受教育嘅权利。第二个，我们要争取就是福利。要把这个孩子纳入就儿童福利法的角度。冇错。他从这个疾病已经从精神病拿出来。错。他没有定位。原因也不知道。所以精神病可以享受儿童福利，自闭症不行。结果呢，给当时的宋惠春宋医师带领那条去争取，都没有列入儿童福利法。来问问啊，树伟其实树伟，树伟，你有在基金会当志工对不对？你有，是每个星期二都有一次哈。你在那个基金会做什么事？每天去你礼拜二去基金会的时候有帮忙很多事，对不对？你帮忙做什么？做什么？送货搬书，因为他送货来的。送货搬书，还有呢？还有去那边写信件写信件了，还有呢？写信件。扫地那些吗？还有去看岳家院不是啦，你的工作啦。还有还有。你去做什么工作？想不到，可能有做拖地拖地。对。扫地嘛，对不对？世伟刚刚跟我说还有帮忙擦桌子。擦桌子，哇！每个礼拜二去基金会当志工，开心吗？高不高兴？高兴可以帮忙做好多事。对。世伟其实还有学音乐跟学画画。是。那你喜欢音乐吗？喜欢画画吗？喜欢。那最喜欢音乐还是画画？音乐可以。最喜欢音乐。对。乡亲朋友，你看下来看你数位非常冇简单你看去好音乐嘅一条片台。乡亲朋友，刚才有看到冇你改数位哇，贪到动厉害呢，赶快来问一下数位。